权首相，我带着我的族人去那边冲撞，哇！大家就知道了，我呢是非常非常的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啊！我没有加入政党是因为，我老实讲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对国民党失望，有无？没要紧，都过去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一届国民党在立法院火起来了，有无？高金素梅在立法院24年，24年当中的8年，我就捂住的，捂住到安尼啦。我实在也是对国民党很失望。虽然那个时候民进党是多数，可是我们国民党在立法院也不能打，也没有论述。很多我的脸书的国民党的朋友都给我按赞，都说国民党多一点像高金素梅，安尼就好啊。快些，这是脸书上你们留言告诉我的。所以，民进党的恶霸大家都看到了，在这一届，不管是无党也好，不管是中间选民也好，看到民进党的不景，所以在立法院让国民党的席次多一个席次多给民进党，所以给自己国民党加油！国民党多1席，民众党多8席，加上高金素梅的1席，我们总共多了民进党10席。所以。